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豪，欢迎收看3月12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议会党团上午号召将近500位的民众，身躯顶穿着防山军，头壳绑着抗议的布条啊，前往永华市政中心，要找市长黄伟哲，要求伊实现选前动起帮恶税承诺。在咧过程当中，搁来摆甲警方发生冲突。最后，由着副市长许玉典代表市长接下要动长不回所的订正书，才互抗议告一段落。由国民党议会党团所发起的防山军，12号上午伫议会头前集合，一路向市政府抗议，高喊市府起帮恶税不公不义，黄伟哲选前骗票，选后跳票，根本是查政府。强烈要求108年都袂当搁起，同时爱取消回溯15档。你人就是大清洁上个恶事，我来我是专讲第一个，人的付出啦吼，人回溯15档，这我就是抗议的第一个主张。第二个就是咱的帮恶税，比台中高业足侪拢起足侪，咱希望2个3档好，今年好。帮恶税会当实现，今年帮恶税付出是咧100台吧，咱反为这个选举国民党产，所以今仔日我的主张真明确，不为所要共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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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林行扛棒嘛，被愤怒民众吐不能食当作起税原伤。当然嘛，因为民众到市府的抗议之前，主要是爱市长黄伟哲出来说明，要求兑现竞选承诺。所以当知影只是在说局长出来面对，议员就开始发枪，冲破警方人墙，一片混乱。虽然第4分局长现场坐电话话，认为上午集会是合法，一定要理性。不过民众的情绪持续被议员压起来，根本无法度控制，一度佮拍算咧敲破玻璃，冲入去市中心，相当紧张。最后经过协调，由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蔡永辉等这位议员先进入市长办公室。不过，其实市长人伫南西走行亭，简单用电话联络，确定委托副市长出面接受定情，才慢慢安打抗议的群众。不动产的评价委员会，你这个委员会内底，市长会尽上大的努力，绝对伫个。咱市民的需求顶悬哦，只要有法律会当温准的所以市长会尽上大的诚意来各位议员、各位市民的需求尽量会当达成。最后副市长伫签名接下定情书，才互抗议暂告一段落。不过议员嘛扬言3月19号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开会以后，只要无善意的回应，一定会搁再回来抗议。台南新闻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虽然议会进前已经邀请市长黄伟哲针对动起帮恶税进行过专案报告，各界嘛当理解依法行政原则。不过，议会国民党团议员选择徛上街头来抗议，外界普遍认为，这场抗议除了互不满的民众有出口，重点是替国民党立委补选的选情来加温。今年等市民收到的帮恶税单将搁去81%，所以议会国民党团不满市长黄伟哲违背选前党章的承诺，所以号召上千名防山军身穿黄衫、头白抗议的布条，前往永华市政中心抗议，加警方爆发推杀，气氛紧张。
对此会中专庭参委前政务委员郭淑华对着上午抗议，认为诉求明确，嘛讨访民众不满情绪，冲突是难免，并无失控。人家希望要求那个市长出来接陈情书啊，市长一直等不到人啊，那这个东西，民众我觉得蛮克制的，他们看到前面是警察跟玻璃门啊，并没有再往前继续冲。面对抗议冲突甲极度失控，担任指挥官的第4分局长表示，一切拢伫控制范围，而且并无人员的受伤，嘛无公务被毁损。今天的集会游行啊，是蔡英文议员合法的申请，那我们市政府同意哦。那今天所有的议员也有到市长室，那市长也有跟他联络，那整个事情就是这样。那也是按照我们集会的申请的事项他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违反集会游行申请的事项，所以到目前为止是还好。所以冲撞都可以接受。冲撞他因为没有违法，没有伤害，没有毁损公署，所以目前的部分那只是言论表达的一部分。当然，南洋选择伫立委补选进程的敏感时刻，借此提出民众对于房屋税怨气，也被解读是要替国民党的选情加温，甚至提醒是前市长赖清德决策来减弱赖清德助选的气势。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针对国民党团发动的防三军抗议，市府嘛伫咧中道做出回应，由副市长王实施甲财税局长共同召开记者会，强调一定会以减轻市民负担作为目标，将伫咧3月19号召开的108年不动产评价委员会进行相关的讨论。上午由国民党团所发起的房屋税抗议活动以后，市府马上召开记者会，由副市长王实施甲财税局长共同出席，针对明年房屋税调整问题做出回应。副市长强调，市府为了减轻市民负担，已经积极找找相关方法，同时嘛将伫3月19号召开的108年不动产评价委员会争取调降机会。台南政府包括市长在议会大概就做过多次的说明，大概针对几个点，我们都有确立。第一个就是台南市政府也确定是朝向轻税的方向去施行。那在今年就是马上这个月的3月19号，我们就预定开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那在这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里面，关于现在不管是议会的诉求，或者是议员个人的诉求，我们都已经列入议程。那列入议程的事项，包括第一个就是计算老屋持有的这个时间点，那在前3年里面，老屋的持有时间点的起算是从民国90年。那我们的计划是说，那就退回105年之前的，我们都不调账，也就是说回归到原来的这个起点，那就没有所谓民间一般在说所谓的老屋持有的回溯问题。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自住的部分，希望能够有折扣。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列入议程，就是在自用住宅的部分，包括首购族或者是他是买来自自住型的，那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在起算的基准上也有一些折扣？那第三个就是说，折旧率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持有房屋，那是不是可以调高折旧率？也就是说，因为计算比较低的房屋价值，所以缴的税可以比较少。那这个部分也一样列入议程。那我们也列入了几个方案，就是如果折旧要调高的话，那用几个比率调高，下一次会一个合理的状态。那最后一个就是议员有提出所谓地段率，就希望说在所谓繁华有发展的阶段的地区，跟相对比较房价没有那么高的地区，能够有个平衡，反映市场的比较相对真实的价值。那所以这几项我们都已经列在地价评议委员会里面的议程，而且呢也拟定了一些可行的方案。那希望透过3月19号的这个评价委员会来做出这样轻税方向的决议。那由于评价委员会，我们目前除了市府的既定的代表之外，还有议会的2员代表，那还有就是专家的部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会议的结果呢，其实基本上持的是审慎乐观的态度。我们认为应该大家可以在这个共识下来一起朝向轻税负的方向来前进。会后，市长黄伟哲接受记者访问时强调，如果今年无法动涨，明年嘛会想办法加倍幸福民众。房屋税的部分是3年开一次，一次定3年。那我在选举的时候，我也早就知道是一次定3年，所以我说动涨是在我自己的这个任内，也就是从明年开始的房屋税来这个动涨，甚至于我已经表明了，就是说，如果说今年没有办法动涨，我们明年是加倍奉还，也就是说，
把今年应该要从65%到81%的部分，分3年把这15%、这16%部分分3年退还给民众，甚至可能如果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觉得可以的话，我们还可以降更低，就是说对于民众，我们觉得其实对民众的负担只有减轻不会加重。那这样子还讲不听，我就不知道这个在野党的议员拿这个来当作政治斗争，还有人跟着起哄，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回溯的部分，我们在新的一个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我们要取消回溯，这点大家可以去看在议会里面我的发言，我已经很清楚的讲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有人硬要在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抗议里面还说取消回溯，本来就已经说要取消回溯了，所以我们真的很遗憾，就是说很多少数的议员，有一些少数的议员，把这个自己的政治私利凌驾在市民的公众权益之上，这点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市强调，房屋税改革也是要兼顾公平甲财政的纪律，一定会朝向减轻市民的负担为目标，请民众安心。但新闻古不以采访报道。台南梅岭地区的民众期望已经真久的自来水第1期的工程已经伫咧107年底来完成。这期的工程费用大约是1500多万，建造了2座的加压站、甲3座的配水池，佮铺设了2000公尺的送水管道。未来还佫有第2期甲第3期的工程，假使全部来完成的话，地当完全来解决掉梅岭地区无自来水通喝用的困扰。伫台南市长黄伟哲、市员周义齐、市员尹爱达理、甲经济部水利署总工程师以及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的代表共同开水之下，一寡梅岭地区的民众期望已经相当久的自来水总算会当轻松取得啊！过去台南梅岭地区的民众要用水，只会当靠山泉水，即马有自来水，每一位民众拢非常欢喜。台南市政府即马自来水的普及率已经99.06啊，所以佫有足侪，佫有200多户需要照顾。这200多户拢是较偏远，偏远毋是伫山边，就是海边，所以公船要救到遐，成本会足悬。但是政府是爱替百姓服务的。阮想未来咱第3期的部分，嘛咱中央咱的各位委员。以及咱地方市政府一定全力来配合，望咱的水利署加给咱照顾，互咱的自来水普及率给咱向上提升。目前梅岭地区的自来水工程第2期、第3期也已经通过着中央核准啊，等待着立法院的核准经费会当动工，互梅岭地区的自来水系统会当更加完善。大家关心的第2期、第3期是毋是会阁继续做呢？而且甲大家报告。咱第2期甲第3期咱经济部这边水利署已经核准啦，大概2期甲3期分别有1.7公里啦，就是2个加起来就3.4公里经费大概分别为1700万甲1600万即摆嘛咱拜托咱自来水公司六区处即摆伫测试当中啦咱希望今年会当顺利完成过来就是讲。后壁佫有32户甲9户的用水拢会使解决。只要第2期甲第3期的经费会当顺利通过，整体工程预计会伫咧111年来完工。有了自来水，不但会当提升着梅岭的观光旅游服务，同时嘛对着山区的发展会有真大的帮助。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
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人爱读册。为着要行销台南的农特产品，伫咧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参线之下，香港上界大的销售商永旺集团特别来到台南采港。12号下午伫咧后火车站的饭店举办着采港商谈会，现场邀请26间的农会甲业者做沟通。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帮忙行销，希望会当增加着台南农特产品外销的数量。为了拓展台南农特产品的通路，伫对外贸易发展协会看线，特别邀请日本上大的零售集团永旺集团的香港超市来到台南进行采购。12号下晡举办采购洽谈会，市府农局嘛特别邀请26间农会甲业者来到现场，甲采购人员一对一洽谈。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到场关心，向买主大力推广台南的农特产品。台南市的农业产值有高达626亿，所以是可以说是全国最高的。那过去我们台南市也都很努力的，让这个农产品能够货畅其流，让农民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收益，也让消费者能够品尝到高优质的农产品跟水果。这点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这不是一个市长一个人的功劳，那也不是说短短几十口货柜，几十柜货柜就能解决的。大家想想看，626亿的这个农产品有多少上千个货柜或上好几百个货柜？其实这部分我们都希望来做。总之，我们很期待大家不分蓝绿，携手来替农民来做行销，携手来把优质的农产品来介绍给好的消费者。除了这摆洽谈会以外，外贸协会嘛伫前拜会永旺集团的日本总部，并且邀请因4月中旬来台南。到时日本的采购清单嘛提供予咱，透过这通路，予咱的农特产品会当伫各地被买到。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旅游业经理人协会伫咧理事长的号召之下，12号前往到南区洪家启能庇护中心拜访，并且送着善款甲生活物资，希望会当抛砖引玉，呼吁较侪人做伙来关心弱势族群。台南市旅游业经理人协会因为知影洪家启能中心目前欠缺生活物资，理事长汤耀玲特别伫协会中发起募款，伫短短时间内就募得善款以及物资。13号前往洪家启能庇护中心，将这份爱心捐予因。赞！旅行业经纪人协会赞！谢谢大家今天来洪家关怀我们这一群弱势的孩子哈。孩子确实上是有这些需要的，因为他长期在洪家启能庇护中心里面，因为很多的家庭不是很好，家庭经济不是很好，还有一些那个日用品也需要说大家的捐书了哈，很感谢大家。我们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时间还蛮短的，是由会员在我们群组上发。那刚好也接近年假，想说，那既然有这样的讯息，大家就尽量尽一份心力啦，那就也很感谢会员们大家帮忙，不管是在物质上或金钱上。那当然跟我们预计的目标虽然还有点距离，但是大家还是持续努力，因为这种事情毕竟是要长长远远的。而我们希望就借助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关怀之意推广出去。唐理事长表示，虽然目前旅游业无景气，但看到遐尼啊侪同业愿意支持，互伊非常感动。未来协会将会举办偌侪类似的活动，互社会更加温暖。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基美病院最近有一个案例，一名4岁小妹妹无细力将物品吞入腹肚内底，紧急送病院检查了后，才发现竟然是一粒具有危险性的纽扣型电池。最后，医师采取着消化道内视镜方式，将电池来压出来，才解除危机。根据统计，超过一半以上的误食事件，常常发生在6岁以下囡仔。
尤其是口腔阶段的婴仔，会借由刺激口腔以及喙舌来得到满足。最近有一个案例，一位4岁小妹妹因为无细力将尿裤型的电池吞入去巴肚，送病以后照 X 光才确定电池的位置。医生采用消化道内视镜将电池摕出来。不小心误吞了一个10元的硬币。那我们在检查之后，帮他安排了一个腹部的 X 光片。那腹部 X 光片下面，我们发现其实它并不是原先所想的是硬币哈，它是一个危险性比较高一点的一个水银电池。那当下我们就决定召会小儿肠胃科医师，那请小儿肠胃科医师来帮我们处理。那小儿肠胃科医师认为说必须要赶紧把这个电池给拿出来哈，因为电池在我们的胃部里面，它会和我们黏膜中的水分产生一些电解的作用，进一步会产生一些碱性物质去伤害我们胃黏膜，所以在幼童容易产生一个胃部的穿孔的一个情况，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医生另外嘛指出，医务若是卡伫咧呼吸道，家长伫第一时间就要清拍婴仔的背部，是无改善就要采取哈姆立克法，并马上卡救护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9度至25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收看到3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